回家日的老天爷，听知顺风喜一曲淡玉百川。哎呀，对这位姑娘的印象是深得不得了。介绍今朝一家里受了希望给的呀，带一浪千几个缝隙子。他是实在多受你牵挂，心是个如丝一束马，像一样的美人天上飞，一个是富贵与荣华，一个是么清高一曲做生呀。我是周瑜而今么佛手时，后不紧张去为他，他是神经你又打他家。各位出门前让大家苟且不觉漏斗杀，水气轰动已经大，待我是那小翠娘心房一家放弃三门北镇，身心两字不忍差。回家日过来，真要想法门。哎呀，想妹妹讲，我是虚生悲子女。是他怎能否读打他家？不过这一想的分爱，只要身心两是否差错，家内个之人都神色早，后方一朵这满树花。开门来，开门来！未必哪一个？呀，难不为应个家？冯西过来从门缝缝里站在外是一口门。哦，牛神。
看来费先生正巧于是路过此景，忽而想起了昨日姑娘之约，狗儿们。费先生，你是贵客，这是什么？此际雷下门下呀，心事三缺不齐的豆板灯，梅花我不如分分。家出的一本冲的嘴，花季三母是灰身，三衣上莫有来改补，东部西部一点神，十分能害家是不开云。我里向塞了个龌龊，只怕你家大不进。姑娘需要客他，想假日不是王生公子，再说还想儿是假日值得走了。哎呀，今朝男孩让你追家，假日带你妈妈来养金吧，不追该。是此门费先生请呐。哟，姑娘请，假日根子奉系大理乡，请奉到此结束。